我来继续来看一只白灵狮，钓到的乌龟鱼伤过大尾吞袂落去，佮知影爱倒一个水来润一下然后，这个吞鱼的动作非常的可爱。真个鸟伫家庭湿地里讨食，这只白灵狮抓了一尾乌龟鱼，结果鱼也伤大尾，煞吞袂落去。大家一起来看看它是不是能够吞得下这一只。 试几下摆拢失败，规尾鱼啊，搁落入水内。这时岸边爱鸟的人士拢从镜头斜对这边过来，想要看讲这只鸟会安怎食这尾鱼啊？它真的很聪明啊，它吞不下去的话会沾水润滑。搁知影要用水试几下摆了后，总算成功啊！哇，吃下去了，真是厉害！ 之后用差不多2分钟，这只白灵狮将这尾乌龟鱼甲吞落腹肚底过水的动作，拢互人完整记录落来。保留这一段就是用录影的方式比较生动，然后来分享给我周遭的好朋友。除了白灵狮，嘛翕到乌面腊杯乌乌扁扁的喙伫食鱼的模样。每一年的3、4月份是乌面腊杯飞向北边的季节，伊的身躯拢发出金黄色的毛，这嘛是爱鸟人士上爱翕的目标。 咱这只白灵狮食鱼啊，真古锥的动作，煞变成全场的焦点。